再来看金华城案哦，今仔搁再开庭，这届较受到注意的是下晡会以证人的身份来传唤东鑫集团的总裁王令玲。另外，目前聚宝庭爱维经集团的主席沈庆景哦，是3亿交保，1亿是用沈庆景家己的钱，另外2亿的保金是要求讲要由保证人来提供。目前哦是搁找无愿意借钱的保证人，所以这么法院嘛裁定讲，会当3亿拢改做家己来装。法院介护前后行路警备车，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以及台北市议员应晓薇，17搁再因为金华城案提审出庭。院外支持者成员这届开庭的重点，同款是问证人，团得到原起诉的维建集团前法务经理陈俊元，庭上敢若讲负责金华城的法务工作，协助真情开予楼地板的面积。不过检方持续询问伊演过的传讯内容，陈俊元拢以无印象、无清楚回应，也予辩方真侪解异议。主场检察官定予提问，询问证人。共款，互人传到庭的由金华城监察人张志玲是被告以互人控告甲专案金流有关，因为陈俊元伫侦查中表示，张志玲予伊30万现金，要求捐予民众党。不过，即届出庭，伊解讲公司的人摕予伊的，不过袂记得是谁。当初是检方一直问，想讲甲财务有关，毋知感觉是张志玲。17主要是下晡要开庭的，摆定东鑫集团总裁王令玲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即届审理维经集团主席沈庆景，搁再因为破病请假，进前核准聚宝庭爱伊卡伫2亿的书面认保，合议庭嘛裁定，若是无人愿意担保，会当该家己提领3亿来聚宝。记者采访报道。